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2025年5月10號嘅沙田日賽啦。咁大家記得今個禮拜跑禮拜六，唔係跑禮拜日啊。咁馬會咧特登安排禮拜六跑馬，都係無非想為人子女嘅大家們咧，都趁住母親節好好孝敬媽媽啦。咁時會喺度咧都祝各位天下間嘅母親節快樂。好，進入正題，分享第4場嘅一條單棍俾大家。首先就係7號嘅天使名區。咁呢匹馬喺呢兩季一直都交出好表現，評分一度上升啦。而上次咧就好似開始有啲水位啦，因為孭到130磅，再加上步速有少少快嘅關係啦，咁臨尾就輸咗嘅。咁希斯今次都好有心啦，特登換黃寶嚟上去，可以減10磅，個負擔細咗唔少噶。咁而且唔講你唔知啊，黃寶嚟今季喺泥地嘅戰績咧，而家喺騎師榜入面位居榜首嘅，佢係贏得最多泥地頭馬嘅一個騎師嚟嘅，所以咧能力係絕對唔需要質疑嘅。即使今次13檔啦，相信早段可以 cut 到埋嚟放頭咧，威脅依然都係喺度嘅。咁首先就係天使名區。另一匹預計會拍住佢燒嘅就係10號嘅閃耀威龍啦，同樣出自605場次啦，不過佢係喺攝步速嘅情況下翻嚟仲捱到一直第2啦，咁臨尾就俾隻咩重磅嘅超加加後追贏咗馬㗎，咁但係佢喺前節馬嚟講咧捱到一個第2都算係幾叻仔㗎啦，咁今次咧跑完第2仲有得咩輕磅都相信有一定嘅優勢嘅，咁所以今場我就比較喜歡一對嘅7號天使名區同埋10號嘅閃耀威龍，咁今集亦都差唔多啦。另外咧時妹都喺馬上發現嗰度寫咗一條3T，因為有多步啊，大家都可以 click 入去支持下啦。好，今集就係咁多，拜拜。